我每次咧係去海洋公園咧，我媽咪話好熱喎，排隊咧真係好曬喎，好驚中暑。其實媽咪都講冇錯，去海洋公園真係又熱又曬。我突然想起咧，每次行山咧會有好多樹㗎，樹下面咧好似開咗幾部冷氣機一樣啊，好舒服㗎。如果海洋公園咧種滿大樹，綠樹成蔭，媽媽就冇藉口帶我去海洋公園玩啦。我喺網上查過資料，原來海洋公園大量種植樹木，綠樹成蔭，充滿 STEM 嘅元素。等我同大家解釋一下啦。我哋而家首先用 S， 即係類科學。大樹咧嘅葉子咧，好似我哋咁會出汗，散發水氣，或者個過程中會吸收嗰啲熱量，讓周圍涼快，就像自然嘅冷氣機。T 即係代表科技，我哋可以咧喺樹根安裝一個氧口濕度感應器當泥土，電乾佢咧就會通知自動灑水，係用科技聰明地照顧大樹。工程，我們要計算邊條路係最曬、最多人來決定邊度要種樹，同埋咧仲要挑選咧嗰啲樹葉咧係較多嘅，同埋樹根咧唔可以破壞路面嘅樹種，唔會影響遊客啦。Math 即係代表數學，我哋要計算咧要種幾多棵樹，樹同樹之間嘅距離要幾遠，先可以用最低嘅成本幫最多人遮太陽。建議咧唔單止令海洋公園好似開咗好多部冷氣嘅一樣，超級涼快，又慳電，愛護地球，減低碳排放，真係咪一個一舉記得嘅設計呢？希望大家鍾意我個設計，多謝大家。